把自己肚子要看多大才好吃吗？它的大象吗？好，好可爱啊！哦，它好害怕哦。哎，它很厉害哎。没有吸水，应该没水。就是它很快，它很准。它流口水了。哦，好，那拍一下。再动，拍到。那马上拍一张。好，那种。啊，好害怕。I want to take a picture. 一会儿直接在旁边有3秒。1、2、3 ，OK。哦，他想吃。哎呦，他这个耳朵打到我。萝卜，你等一下，他在拍照，你就不要喂了好吗？哎，你们可以等一下吗？因为我们在拍照。可以不要急。听到没有？萝卜，等一下。正在拍照。有拍到，我觉得如果有拍到一样，没关系。现在的你喂我问他说可以一起拍。好，等一下。不吃啊！好痛啊！那一张耳朵。还好吗？他在亲我。啊，你要站这儿的话，我就要你站前面一点，这样他就大概现在这个位置。这要不要？
好回来。过来了。我太恐怖了，害怕，我害怕那个小区的好像这只要好大，被吸的不要。我觉得可抽行了。我得那种闹 baby 啊。